今次裝修被服班會有少少唔同嘅，係會講多少少關於驗樓嘅嘢。因為我發覺原來咧喺香港好多人收樓係唔會驗樓嘅。當你裝修或者你買新單位嘅時候咧，其實你要知道你自己單位或者你自己裝修緊嘅單位啦，其實好多千瘡百孔嘅問題，你係要去自己睇嘅。咁啊，我哋開始我哋嘅課程啦，正式。我哋成日都講啦，要如何預備你的裝修呢？正如啱啱之前所講啦，首先你要了解你自己同埋檢查自己單位存在嘅問題啦，了解自己個居住要求啦。因為通常裝修得都係因為你屋企有啲特別嘅情況出現咗，或者有啲改動啦，先會去搞裝修嘅啫。物料選擇啦，同個設計嘅關係啦，會講關於裝修公司、設計公司同師傅，究竟你作為一個客戶，你點去選擇啱你嘅人呢？即係其實三類都可以選擇嘅。即係成日聽啲人講話揾裝修師傅高風險啊，揾設計公司唔高風險。以我一個非正式統計咧，上年爛尾嘅 case 其實係真係5波嘅啫。裝修公司同師傅爛尾嘅比例係5嘅。聽日我哋會講一啲關於裝修前必須要查啲乜啦，點去查啦，了解裝修合約啦、條款同報價呢一 part 係一定好多嘢你寫嘅。裝修預算啦、實際開支同隱藏開支有啲乜嘢啦？點樣去睇你嗰個報價究竟 make 唔 make sense， 同埋有冇一啲隱藏嘅項目係你冇為意咧？安排時間表啦，同埋施工工序啦，咁呢兩個其實都緊要嘅。點解緊要咧？就係同你份合約有關，亦都會同你嗰個裝修嗰個內容有啲關係嘅。咁一啲客戶必問問題啦，問咗你必定知你有做功課嘅嘢啦。好多時即係啲客自己諗住，喂，我睇咗好多條 YouTube 片啦，咁我對裝修應該都好有認識啦，咁我咪直接問裝修師傅識唔識呢啲嘢。但係係咪真係一個問啱嘅問題咧？又或者係你問嗰個問題，顯唔顯得你係其實對裝修係一知半解咧？先講咗一啲做裝修師傅或者裝修公司啦，我哋成日會去睇嘅問題啦。我哋通常會一開波就會睇晒天地牆。首先係天啦，天係最容易睇嘅啦，睇下有冇啲裂痕啊、試波鈴啊，或者係甩石屎啊、甩油漆啊之類之類。因為呢啲可能係一個 hint 嚟嘅，可能係上層嘅問題或者上層嘅問題。咁如果出現咗啲問題咧，係一定要處理嘅，因為你唔處理咧，你越做就只會越差嘅啫。天花除咗意外，就有機會有電線老化啦，或者一啲爆鋼筋啦。其實爆鋼筋唔一定係因為浸鹹水而爆，單位老化亦都會爆鋼筋嘅。地下啦，最簡單我哋驗所謂有冇空鼓啊，或者有冇爆啊跡象啦。通常我哋都會建議客人去，如果你係專嘅話咧，就攞驗樓棒嘅物體啦，或者攞個5蚊銀都得嘅，去睇一下企嘅空曠位置。咁如果有一啲空心嘅情況出現咧，尤其是一啲邊角位，當一件大概可能300、600咁嘅磚啦，最多空鼓係有機會側邊嘅。咁如果中間就一定冇得救噶啦。咁但係爆磚嗰啲通常都係側邊嘅。第3 part 我哋講呢啲叫做設計同埋居住要求啦。我哋喺建築學上講，我哋講嘅叫 circulation 動線。動線係咩咧？我自己理解一樣嘢就係佔一個佔用空間，但係你又必須要留嘅位，即係叫通道。即係例如我點樣揀間房可以揀一間屋可以實用啲咧？尤其是香港地方細，咁你就減少個動線重複嘅情況。我哋嗰次會展有個 case 就係間屋係咁樣啦，佢本身咧個廳就呢度隻窗，佢係咁樣。咁佢想呢個位揀間房就係咧，同老公一齊瞓，但係咧就要分兩邊入，10分居喎。你咁樣搞法，點解咧？因為佢話佢老公瞓覺嘅時候咧，佢又唔想咁樣跨欄，即係唔想咁樣攬過去。咁但係我話呢間房會多2條通道出嚟，因為呢度太窄，行唔通。最好笑就係咩咧？佢又想嗰部電視機放呢度，個梳化放呢邊，跟住咧又要考慮就係咁樣入去個單位。咁樣點樣入到去咧？做啲間隔嘅時候就係考慮呢啲所謂 circulation 啦，動線嘅物體啦。點樣減少呢啲咁嘅多餘嘅通道位，而令到可以個空間更實用咧？即係呢個就係講嗰個佈局啦。亦都我會建議，通常啲人咧去揾參考相嘅時候咧，有一個原則嘅，揾啲近似自己單位嗰個間隔嘅相。即係你唔好明明間屋得2.4米，你揾咗3米高嗰啲相啦，或者人哋複式嗰啲都唔關事。即係揾啲近似自己要求而有套咁多個單位裡面嘅相。例如呢個單位咁樣講啦，我哋揾一啲好似眼鏡房嘅靠牆倉去做啦，櫥櫃我哋揾啲可能 L 型位嘅，即係呢啲叫做貼近啲現實嘅情況嘅相去做自己嘅參考相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太天馬行空去講一堆你想要嘅要求咧，其實係搞唔掂嘅。
circulation 啦，我哋成日都講啦，點解間屋裡面有個動線啦，就好似例如呢張圖咁樣啦，呢個單位係一個半島豪庭嘅單位嚟嘅。咁嗰陣時個客戶初初我哋畫嘅時候咧，佢乜要求都冇俾我哋嘅，咁啊純粹要我哋諗間屋嘅擺架，可能有一間房，跟住有個廳可以放個 BB 床咁樣。我哋初初咁樣諗嘅設計啦，就可能入咗屋之後，即係穿過廚房，跟住再經過廳，跟住再去唔同嘅房咁樣啦。咁呢個係佢嗰個廁所做大佢啦。咁但係發覺後期嗰個 idea 唔係咁好，即係個間隔唔係咁好咧，咁啊變咗呢一個啦。呢個係成個另一個 plan 嚟嘅，咁咧你會見到我哋由入屋開始就將個成個 plan 扭晒，即係例如我哋分拆咗一個細嘅兒童床位啦、梳化區啦，可以望到電視嘅客廳啦、飯廳位啦、kitchen area 啦、開放式廚房照保留呢個位，因為冇得改佢嘅。然後我哋再喺呢度開一個走廊位就入去呢間房啦，呢個主人房。主人房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咩咧？我哋將個通道位打通咗為房嘅一部分，減少咗個走廊位嘅浪費，令到一入屋之後咧，去咗呢個房之後咧就係一個書房，書房區之後隔離咧就係一個廁所，即係當然啦，呢個就有一個問題啦，就係如果啲人要去廁所嘅時候，就好似要經過主人房咁樣，但係佢話唔緊要，我呢度打機啫，冇所謂嘅，即係佢哋屋企就 OK 嘅呢樣嘢。所以呢個好睇過自己嘅單位嘅人裏面嗰個訴求係啲乜嘢咧，同埋有時改完之後會唔會有其他問題咧？解決咗問題，但係引申兩個問題出嚟，唔係一件好事。所以要傾嘅，屋企自己又要傾，同設計師又要傾，同做嘅師傅又要傾。一開始你乜嘢都唔識，你就同啲有經驗嘅人傾咧，你會俾佢鉗住你，呢個好常見嘅問題嘅。空間結構啦，減少通道啦，即係呢一樣嘢就係話，如果我哋做一啲好大嘅通道，會唔會令到可以用嘅空間細咗咧？所以我哋喺個設計上高嚟講，就要去諗點樣用最少嘅位置去到最多嘅地方。了解自己屋企嘅需求啦，正如 Billy 啱啱咁講啦，我哋有時候會畫多張 floor plan 去傾，究竟你每一個單位最起碼有啲咩電掣，例如我呢度放張台啊，或者係我呢度，例如我有2張床啦，例如呢個位我張台嘅，咁我咪要電掣咯，要上網咯，定係還是我可以行 wireless 咧？會唔會太入收唔到咧？呢啲我哋就要喺嗰個過程裡面去諗，即係裝修第一行係行水電先。如果你冇考慮水電嘅話咧，你到之後做完泥水先翻轉頭做水電咧，就好坎坷嘅件事。可能有補救方法，但係未必係最好咯。燈光層次、色溫呢方面啦，即係例如我間屋想黃啲、白啲、warm 啲、冷啲，咁呢個都係同你嗰個生活習慣息息相關嘅。有啲人會中意好整到全屋都 LED 燈咁啊，好嘥把咁樣。你要諗日後係你住，你要對住佢一個好長嘅時間，但係講緊係你間屋，你可能要對10年。都係分個問題啦，考慮維修同更換燈具啦、位置啦，切勿忽視日常使用情況啦、日頭或者夜晚啦、光同暗嘅關係啦，即係例如唔好喺啲好需要光嘅地方整到好暗啦，懶係好有氣氛咁樣，結果寫字都寫唔到啦。配合家居自系統控制啦，假如你有啲智能開關嘅嘢，要預咗去隔位啦。重點啦，功能係大於氣氛嘅，即係唔好因為氣氛而罔顧咗功能嗰個 issue， 因為始終你要喺裏面實際地用。跟住就係講物料啦，物料嘅適用性同選擇啦，同居住環境嘅直關係直接啦。咁除咗價錢之外，物料嘅內容啦、物理性同埋安全性亦都要考慮啦。例如你煮嘢食嘅，你冇攞麻石嚟做台面噶嘛，因為麻石有少少輻射嘅。例如你屋企有老人家啦，我哋成日都講重點提及老人家。沖涼啦，個廁所嘅地下會唔會好跣咧？你唔係諗住 R11就可以頂到嘅，有時 R12都唔得啦。幾 R10嘅咩？就係講個 radiance 呢個度數係幾多度？即係個人企喺上面佢幾斜度，而個人唔跣嘅，越大當然越斜啦，越斜越好似越防線咁樣啦。暫時香港都係最多去到 R12嘅啫。最緊係就物料本身有一個防滑設計啦，係有物料選擇先會出現嘅，即係你成個碌叫做出現咗啦，你先會去選擇一種我哋成日講乜風嗰啲咩奶油風啊，即係復古風都乜嘢都好，都係幾樣嘢嘅啫，都係物料同埋嗰個顏色。物料選擇啦，點解香港唔建議用啲太多金屬嘅嘢啦？因為一來潮濕會易生鏽啦，同埋你要考慮換啦，譬如離子灰啦、碳晶板啦、窩蜂鋁質天花啦、皂土啦、石塑地板啦、生態板啦，呢都係啲常見嘅物料嚟㗎啦。碳晶板我覺得係比較容易花嘅。窩蜂鋁質天花嘅問題係咩咧？佢開嘅時候大多數一件好大件，因為佢個標榜就係咩咧？一個假天花啦。正常我哋以前做嗰啲一條條橫條紙啊嘛。咁但係呢隻咧佢唔係嘅，例如佢可以咁樣劏。咁好啦，你咁樣拖唔係問題，你點樣抬呢件呢？假設你要拆呢件出嚟，即係你要維修嘅話，你係要甩晒到啲嘢，你先拆得到。即係簡單嚟講，你係自己一個維修唔到嘅，而你拆散咗佢咧，又冚唔翻上去。
好啦，室內防潮油漆啦，而家近年香港好常見啦，好多人就問哇，究竟我屋企油嗰隻油係咪防潮油？有啲叫做冰島啦，即係啲歐洲牌子啦，波蘭油咧叫做冰島波蘭呢隻最貴，常見就係立邦啦，仲有一隻叫多樂士啦。立邦同多樂士嘅分別係咩咧？立邦係比較膠啲，所以佢崩咗裂咗咧係容易補啲，或者你見裂紋嚟講咧，立邦係冇咁明顯嘅，但係多樂士因為佢比較水性啲，你一游咗上埲牆度，如果一裂嘅話，好快見光。如果係尤其是西斜單位嘅話，就唔係太建議多樂士。呢一個咧就係之前講過，鏘哥應該拍片講過嘅 case 啦，就係上大陸揾家私廠訂製家私啦，咁啊跟住乜你都唔理啦，又冇睇到間家私廠用咩質素，用咩材料做家私啦，又冇問啦，就係成日聽講咩大陸E0版啊，件家私嚟到之後，發覺啲邊原來蔗渣木嚟嘅喎，咁點算咧？冇話啦，因為啲家私已經到咗啦，你又簽咗約啦，錢就俾咗啦，最後邊個收貨咧？你邊個俾錢咧？你。咁個問題邊個處理？你點樣知道？佢冇啊，拍佢出嚟。佢做到現場發覺已經有啲位唔啱，咪要鋸咯。咁佢一鋸咪見光咯。有個問題係咩咧？任何家私啊，假如你要開個窿啊，開窿唔係問題，但係你要包翻個膠邊封翻佢。任何空氣裡面都有水分啦，物理現象嚟嘅。空氣有水分，只要一潮濕，如果你冇膠邊咧，入晒水嘅話咧，啲家私就會脹，就會爛噶啦。件家私就好快抌得噶啦，幾年到嘅啫。香港啦，一般裝修嚟講，我哋有分設計公司、裝修公司同師傅啦。點去定義咩？咁其實大家坊間都大概理解啦。設計公司可能會包埋設計圖啊，包埋有 design、有 sales 啊，有 marketing 一堆人咁樣咧。好，正如 Billy 所講啦，可能會有前台 sales 啊，好多人去服務你嘅。最常見個狀況係有咩咧？個 sales 先啦，有個係叫 designer 啦，有個叫做 PM 啦，或者 project manager 啦，老細啦。即係最少有呢4浸嘢先啦。唔同嘅人負責嘅嘢都唔一樣嘅。sales 主要負責同你傾裝修需要做啲乜嘢。嗱，佢淨係聽你講嘢嘅啫，佢唔會俾任何 feedback 你嘅，佢唔會話到俾你聽你嘅嗰樣嘢對定係錯嘅，因為佢都唔識。呢個都係一個大忌。點解咧？之後落嚟就發生啦。去到 designer 啦 ，sales 將佢聽到嘅嘢話俾 designer 聽。咁 designer 聽完之後，其實係咪完全明白 client 咧？咁好啦 client 覺得唔啱喎，又捉翻個 sales 翻嚟啦。咁 sales 又要再同 designer 傾啦。嗱，咁呢個就已經大陸無限輪迴啦，開始好多時我哋見出面坊間 design 公司，因為呢個狀況咧玩咧，就大概玩咗2個月度啦，一路係咁猜嘅。有時有啲情況咧就係直接個客人已經算啦，我唔想煩啦，我直接對 designer 算啦。咁但係咧去到呢個 situation 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因為俾咗錢，個客已經俾咗訂，咁先可以直接同 designer 傾偈嘅啫。你要去考慮嘅就係你俾咗錢落咗搭之後，係咪可以隨時抽身離開咧？假設你俾個訂啦，有啲出面收緊2萬蚊訂啊，呢2萬蚊落訂係咩咧？就係傾平面圖嘅啫，叫 floor plan 啦，叫做係冇 3D 㗎，或者可能有1-2張 3D 啊。咁但係嗰張效果圖好初步畫嘅啫，唔一定係最啱你嗰樣嘢。通常呢啲係咩情況多咧？會址即時同你簽咗約，所以點解我嗰陣時好多客我哋唔落訂就呢個原因啫嘛，我哋唔做呢樣。當你收咗訂之後，你冇得走之後咧，咁佢可以慢慢再砌個報價俾你。裝修公司比較簡單啲嘅，直接面對工程判頭啦，簡單啲講就直接對 PM 啦。報價較設計公司平少少嘅，因為冇咗 design fee 呢樣嘢。一般判頭會安排唔同師傅進行工程啦，即係判上判啦。如果有足夠裝修經驗咧，會有少量設計元素加入嘅。咁有固定嘅相屬家私，咁呢個就係香港典型嘅工程公司做嘅情況嚟嘅。佢個價錢係會平啲，正如你見到咩深圳家私廠一條龍嗰啲咧，嗱就係做緊類似呢啲嘢。但係佢會加插一個內地嘅 designer 去跟你啲圖，但係嗰個又明唔明你嗰個問題咧，佢未必明。因為佢唔喺現場睇唔到你單位點樣，佢單靠啲相佢都唔理解你發生咩事。因為內地嘅樓同香港嘅樓係完全兩個世界，純粹睇彩數啦。唔好嘅地方就係因為大多數工程公司好快唔該為目前，例如城仔係一個好典型嘅工程公司模式，佢唔使出圖俾你嘅。而家好少少咧，而家好少少有份家私圖啦。其實嗰份家私圖都唔係佢哋出嘅，份家私圖都係廠出嘅啫，因為佢驚瀨嘢，唔會處理客戶訂貨安排問題啦。大多數要同佢訂先會跟進啦。單就係單 case 就係鋪6件磚，即係044一件唔同咗樣啦，一件嘅啫。訂嘅時候人哋發錯啊，唔係，佢鋪錯，係佢鋪錯，但係佢都冇理。跟住佢就話唔係喎，隻磚係咁樣嘅喎，隻磚紋係咁樣。但係個客話，即係你幫我睇一件咁細嘅，你同我講話呢6件有1件唔同方向啦，我點睇啊？同時間接多個工程啦，故此較常見唔夠人同時開工啦，所以判上啦，即係內地勞工咧。簡單啲嚟講就係，由於落手師傅多數係外判啦，所以質素會比較唔穩定同參差啦。相比設計公司較少設計用人體工學考慮，所以家私會比較難用嘅。
講埋裝修公司常見復位，內地生產圖紙啦，香港欠缺複尺同跟進啦，因為通常都係內地師傅單靠個芒去估計你個單位需要畫咩傢俬，佢完全唔理解現場發生緊咩事，需要香港員工跟進啦。常見嘅爛尾工程都係咁樣噶啦，香港嗰個就係識喺度坐定喺度畫嘢嘅啫，但係冇落過現場嘅。咁啊畫完之後就掉俾內地廠，內地照做，到做完之後落嚟唔啱 size，現場不個人冇人跟。最好就安排一個香港員工，方便喺單位裡面見面同埋討論工程啦，亦都防止意外聘請黑工啦。大家記住，如果單位上高有黑工而你喺現場嘅話，你係要承受責任，因為你容許個黑工喺你嘅單位做嘢，等同你請佢冇分別嘅。報價混亂唔清啦，見多揾幾間裝修公司進行比較，記住比較係要同 level 啊，即係你冇揾緊設計公司同裝修公司比係冇得比噶。你揾裝修師傅咪揾翻裝修師傅個報價去比咯，亦都可以比較到個報價內容個細項有冇啲忽略嘅位啦，即係冇可能 A 個公司報呢樣嘢 ，B 公司冇報啊，點解冇報咧？咁你咪可以 compare 到兩邊嗰個內容，傢俬質素同尺寸不符啦，同裝修公司安排到廠睇傢俬同成品同埋現場試組裝啦，即係上廠可以攞把拉尺度一度嘅。如果你有度單位自己單位個尺寸嘅話，正常咧裝修公司應該都有一份做好咗油漆、做好咗現場環境個 size 尺寸圖嘅。咁你可以攞住嗰份尺寸圖去比較下，例如我單位呢度而家咁樣啦，咁我呢度有幾長咧？我可以放一個櫃，放多張床，跟住再加多個可能張台又夠唔夠咧咁樣。裝修公司進取啦，一個判頭師傅主要負責大部分工程啦，唔需要同多個師傅，即係一個人又做水電，又做泥水，又做油漆咁樣，科都係佢啦。個問題係咩咧？近年好多師傅就大地盤改行做裝修啦，因為做大樓同做細樓係唔同嘅，即係做精裝同埋做大地盤嘅嘢唔一樣。大地盤可以粗交，但係精裝樓我哋所謂嘅私樓嗰啲或者房住嗰啲係唔得嘅，佢個要求係完全唔一樣。好多老師傅唔會用新方法啦，同埋硬頸啦，例如你同佢講落找平器，佢唔會落啦，佢話我唔識。咁點啊？欠缺工程圖紙啦，因為佢唔識畫圖啊嘛。咁啊，客戶只能夠估計最後情況，同師傅了解接近啦。師傅如果失聯啦，工程必定停頓啦，因為你得一個師傅啫嘛。我試過一次喺海關，個客就同我講，留喺樓下唔知邊度介紹個師傅俾佢，跟住做下一個師傅話喺大陸俾人拉咗，跟住爛咗未半年啦。我係眾神啦，最簡單啦，喺網絡上尋找佢嘅搜尋評價啦。Google 其實有個評價系統嘅，係咪真係有參考價？有少參考價值，因為人多啊嘛，唔同 YouTube 唔同 Facebook 嗰啲可以賣，但係 Google 嗰個冇得賣。有否損害前責上庭記錄啦，係有得 check 嘅。香港有呢個叫做法庭日誌，同埋有另外一個網站係記錄晒香港嘅所有法律案例嘅。你打法庭日誌，跟住再打嗰個裝修咧，就應該會有齊噶啦。Facebook 相片裏面有冇啲出現瑕疵或吹噓成分啦？好簡單嘅啫，佢通常啲相咧，我哋早嗰2年咧就因為追得好行，通常睇到啲裝修相完咗之後咧，就見到冇啲咩角位有窿啊、補啊、啲油漆有尾抹啊。Facebook、IG 只有 3D 效果圖同埋欠缺完成相，即係通常佢一路都係淨係出 3D 相，冇一張完成相嘅。咁你要小心啦，因為真係冇完成單位，一路都係吹自己有單位完，冇完工相咧，就算過程相都好啊，至少會有張相俾你知道佢做緊嘢，或者係實際啲作品啊俾你睇啦。